Daniel，我係19歲，我係會今年畢業嘅。我學校社工叫我報呢個，因為想學下新嘢咯，睇下一個咖啡店點樣操作。親切喺2026年首次成立親切共融領袖獎學金計劃，喺眾多申請者入邊揀選咗6位熱心服務同埋關心社會嘅得獎者，安排佢哋去到唔同機構進行實習、體驗職場、認識自己。Daniel 就係其中一位。未接觸過咖啡店，有啲緊張，收眼內我覺得，因為我數學差，所以有時驚嘅。我覺得咧，我第一日返嗰陣時好緊張，因為唔適合個環境，同埋唔係幾識啲同事啦，驚落錯單，同埋驚聽錯佢嗌咩。咁我第一次見 Daniel 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係有少少怕醜嘅。萬一咁佢話佢想增加嗰個抗壓能力啊嘛，佢想同人哋溝通啊嘛。其實我今日俾佢好多嘅小挑戰嘅。咁啊，包括同一位客人手沖嘅客人啦，我叫佢講返呢個係咩咖啡豆啊？呢個係乜嘢風味啊？喺適當嘅鼓勵嘅時候咧，我都會俾少少 pressure 佢嘅，係啦，咁啊等佢自己可以落手去做。多啲眼神接觸啊，同埋即係識下啲唔同人咯，唔同國家嘅。首先係眼神，同埋覺得多啲主動咯，主動去做嘢，真係冇見老闆先過嚟叫我做嘢先做，主動問佢點樣收錢。其實多數我相信咧，佢擔心或者佢驚嘅嘢都係因為佢冇得到一個正面嘅 feedback。而家佢學識溝通啦，佢話我唔識中文啊，或者佢會諗啲方法去處理，或者叫人幫手啊。每位得獎者將完成5天嘅工作實習，學習應對工作上嘅大小挑戰。今日 Johnson 就俾咗個小挑戰 Daniel， 就係嚟到咖啡店喺維多利亞公園擺設嘅餐車，獨當一面迎接客人。因為入得嚟餐廳，其實基本上佢都已經諗咗會嚟餐廳。咁嚟到呢度其實亦都可能會有人嚟呢度嘅，但係公園好大啦，喺附近都有唔同嘅食肆啦，咁所以你點樣要做得好啲呢？其實個主動性係要大好多嘅。佢因為佢要自己去諗辦法點樣吸引到客人啦，都要佢去行多一步去諗嘅。你喺餐車度最難係等客嚟啊嘛！你啱啱話係主動係問客過嚟。係啊，主動揾客過嚟。咁難唔難咧？呢個步驟你覺得對你嚟講？呢個有啲難。我諗呢個 scholarship 本身係其實係想加佢 recognize 啲做 service 嘅 SEN 嘅同學啦，揀得出嚟咧，其實我哋都見到好有熱誠去服務其他人啦。佢哋其實好有上進心啦，或者咁講，佢哋其實好想會主動去學習啦，想改善或者改變自己啦 keep 住。而我諗喺個工作體驗裏邊咧，其實正係想更加標佢哋嘅同人去互動嘅自信心啦。其實領袖都唔代表要做啲咩崗位咁，而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影響力嘅時候點，就算嗰啲影響力唔係佢哋最舒服嘅，又或者係一啲特質佢唔係佢哋最舒服嘅，都用佢哋嘅方法咧去呈現翻，或者去更上一層樓，去 go beyond 佢哋自己嘅limit 咁樣。我覺得我自信多咗咯，同埋信心都多咗，成功感高咗咯，即係冇咁驚，同埋唔會怕同人講嘢咯。我唔識中文啦，因為我非華語同學嚟㗎嘛，咁我都會靠啲粵拼方法記低啲字嘅，例如寫咗個中文字，跟住加啲粵拼上去，跟住我會記得，同埋我會可以講出嚟。嗱，如果係美式咖啡嘅話，我會加個 M 字前面 MEI， 跟住我會記得㗎啦。多啲自信咯，對自己，同埋冇怕自己成功唔到咯，即係冇靠 failure 咯，覺得。第一日咧，我記得佢有好多嘢好驚啦，咁啊甚至咧突然間我形容叫做 hang 咗機嘅。但係到今日咧，我見到佢其實充滿自信嘅笑容多咗啦，主動咗好多啦，係啦。我覺得其實佢係絕對有潛能，亦都係做得到嘅。咁我睇到佢嘅努力，其實亦都將我哋呢一個佢做到嘅每一次，其實咧都係將我哋嘅信念咧係活咗出嚟嘅。咁我呢個係好多謝佢嘅。有時覺得因為我係特殊學校學生嚟㗎嘛，所以我冇睇少自己啲能力咯。一個特殊學校學生咯，
我可以做多啲嘅，對自己有多自信同埋能力做到嘅，想俾自己10分滿分。我叫 Daniel，我想成為一個咖啡師。